近年咧整體經濟受壓啦，樓市供過於求嘅情況底下，整體個樓價連跌3年啦，回落幅度咧係高達3至4成嘅。過去二手市場咧亦都係錄得唔少蝕讓成交。不過咧就隨住今年整體經濟顯著好轉啊，本地銀行接連減息嗰個刺激下咧，就過去數月間整體樓價咧就止跌回升。咁啊樓價指數已經連升5個月啦。不過市場上依然錄得個別蝕讓成交，當中港島區屋苑保值能力明顯較高，其中咧就炮台山港鐵站上蓋嘅康澤花園最新二手成交就樓價表現明顯優於大市，位處於港島炮台山港鐵站上蓋嘅康澤花園由4座物業組成嘅，及共提供757伙2房2至4房大單位。由於屋苑位處港鐵站上蓋，只需要步行約1分鐘就直達車站入口。喺港鐵站上蓋物業呢個優勢加持底下呢，屋苑保值能力明顯較高。最新成交係康澤花園 D 座高層06室，單位實用面積約531平方尺，屬2房間隔，向西北望，開揚樓景。業主原叫價818萬元啦，最終以765萬元成交，減價53萬，減幅約6.5%，實用尺價約14,407元啦。單位原業主於2022年8月以880萬元購入單位，短短3年時間就沽貨離場。咁由於過去3年呢樓價顯著回落呢，期間帳面損失115萬蚊，樓價跌幅只有1成3，相對於過去3年間，整體樓價回落幅度達到3至4成。康澤花園保值能力明顯跑贏大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鐘仔，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Century 21. This is our time. This is our century.